我今日嘅發言主題係提升澳門公立高校青年外語學習能力。我哋嘅市民接待辦公室持續收到不少學生同埋家長就選擇大學課程，特別係外語課程，而提升職業嘅競爭力方面嘅訴求同埋意見。社會對更豐富嘅外語課程嘅需求不斷增加，然而澳門公立高等教育仍遠遠未能滿足本地青年嘅期望。雖然部分公立高等院校已經開設外語課程，但實際情況卻呈現出明顯嘅落差。儘管喺招收亞洲國家，例如泰國、韓國同越南學生方面取得進展，但本地所提供嘅多元化語言培訓課程，例如德語、意大利語、俄語、法語、日語同韓語，仍然極為有限。毫無疑問，能夠掌握多種語言嘅青年喺當今全球化嘅商業市場中具備關鍵嘅競爭優勢。尤其當澳門特區致力發展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之際，呢一項能力更顯重要。掌握多門語言嘅能力遠不止滿足基本溝通，更係有意喺國際組織發展事業者不可或缺嘅主要條件之一。例如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同埋世界衛生組織。值得一提嘅係，大多數國際機構均沿用聯合國嘅制度，設有6種官方語言：英語、普通話、法語、西班牙語、俄語同埋阿拉伯語。正如我哋所提到嘅，精通多國語言嘅能力能夠為國際商業機會開啟大門，令到談判更有效，並促進對文化嘅深入理解。精通多種語言嘅專業人士擁有廣闊嘅就業市場，能夠喺跨國企業任職，擔任國際嘅公職或者私營機構職位，並大幅提升就業機會。學習一種語言意味住理解一個民族嘅思想方式、習俗與價值觀，有助於培養適應力同埋同理心。而呢一啲能力咧，對於領導企業同埋公共服務至關重要。掌握其他語言能夠令到人直接從源頭獲取新聞、市場研究同埋創新資訊，從而對所處行業擁有更豐富而且即時嘅視野。儘管偶爾會有零星嘅課程開設，但事實上公立大學至今仍未設立德語、意大利語、俄語同埋法語授課嘅常規且系統化嘅課程。喺語言教學嘅國際化同埋多元化領域，應該更加堅定地推動廣泛嘅國際合作，突破傳統，緊聚焦喺葡語國家嘅範疇，積極投入人力同埋財政資源，設立專門單位推動西班牙語、德語、意大利語、俄語及法語等語言教學，並且吸引來自亞洲以外嘅其他國家嘅學生。因此，成立一個跨部門嘅工作小組，統一並且協調教育、勞工、經濟及青年等領域嘅政策，具體落實一項真正有效嘅多語人才發展計劃，令到公立大學得以提供結構化、統一而且規範嘅外語學士學位課程，並且設立專門嘅語言學系，例如西班牙語、德語、意大利語、俄語及法語等，以填補現有嘅空白。多謝。